正大学甲青年共生基地共同来发表着友善飘奖的内涵，嘛希望会当进一步协助产业来转型，提升竞争力。 因为老大人人口比例愈来愈悬，变怎建立一个青年甲老大人共赢的社会嘛，变成各界关心的焦点。因为安尼，国立中正大学甲青年共生基地共同发表青年友善飘奖的内涵。人员的培训，还有一个商品的一个标示，在这些小细节，我们来做一点的调整。 云林县将农业落级化产业进行串联，除了辅导青年返乡，嘛互退休的人有头路。也跟退休返乡的这些云林的在地的人士签订 MOU。 透过签订备忘录甲产业之间的整合，来帮助有这个意愿回去家乡的青年以及退休的人口，会使顺利伫偏乡就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